久以来，一般人对运动员如有头脑简单、手脚神快的印象。不过今日同小亚一个大家喊伊做格斗博士的方冲克，也很多年来，武术教练方冲克在格斗比赛不时打头名，已经加还在台北科技大学及天所读博士，专门研究二杠子科学。罗粉生罗英展录带俺们去认识一个好读书的武士。好，来预备，好，来开始。脚要转，脚要转，对，脚要旋转。手不要掉下来，手拿高，手夹起来，右手夹起来。方冲克详细等的每个细节，在学生徒练习嘅过程当中，动作确实做到来。空间无太嘅托管比赛，大家练嘅系较罕见嘅格斗，因为运动量大，大概动作练无几分钟就要了下啦。饮茶补充太量流失嘅水分，饮了刷下来讲个练。左右侧的方式去拍对方肩膀 ，OK， 比如说是右侧、左侧的方式，不要走直线，直线会插到眼睛，所以走左右去拍对方肩膀。当然我拍他可以打，他的手可以打 ，OK， 可以打。呢种同时结合其他种武术技巧嘅格斗，呢经验常常有人头推广，方冲克就係其中一个。练了扮演嘅技。已經在呢項運動比賽當中得到一個獎項嘅肯定。步伐可以移動，手拿高，步伐可以移動。很好。吐氣哦，吐氣哦。打右拳後腳要旋轉，哎，後腳旋轉。格鬥其實是結合了任何的一種武術，那武術實際上在對打武術大概不是分力技就是分擒技，那格鬥是包含力技和擒技兩種結合，也就是說站着可以打，然後倒在地板上也有地板所謂的壓制，還有關節技和地板的打擊技。我覺得在我印象中，跆拳道空手道是屬於比較，就是會我覺得會比較制式的感覺。那我覺得拳擊這方面，因為散打拳擊這方面感覺會比較自由，就是出招的方面或者是規則的限制都比較沒那麼嚴謹，所以會覺得對這個感覺起來打起來比較過癮。也就是1停頓，2停頓，3 ，OK， 1、2、3。那如果是1、1、3一樣，1停頓，1停頓，3 ，OK， 把每一個動作做清楚一點。方冲克本來係跆拳道武大兩段，8年前日擺當見笑嘅事情，要還要以後練武，佢決定改練那種結合其他項技巧嘅格鬥。我參加了全台灣第一次辦的綜合格鬥比賽，就是各門各派，空手道、拳擊、柔道、跆拳道都可以去報名的一個比賽，然後我就去報名了。可是那個時候，我原本對自己非常有自信，可是沒想到我竟然打了1分鐘就被對手擊倒。可是當初那個比賽，第一次比賽也只有我一個被擊倒，對，然後我還邀了我大概50幾個朋友去參觀。對，去看我打比賽，結果只有我一個人被擊倒。對，那事後可能是因為自己不服輸的心態，然後就覺得說，我必須找一個更實際，不是說更實戰的一個武術來接觸。練習格鬥嘅過程，方冲克以戰養戰，見比賽見培養實力，也得到唔滿人嘅成績，得到獎杯獎牌，就會辛苦了後嘅成果。在練習的時候不會受傷，在比賽的時候比較會受傷。像我這邊就有縫過，好像12針吧。是被踢到，那一次忘記抹那個凡士林，被踢到，被腳踢到就拉開，拉了一個像眼皮一樣、眼睛的一樣一個傷口。好，瞬間的一個彈，張力你繼續啊，沒關係，彈上去，彈上去，彈上去，對 ，OK， 好來。2年前，方冲克托人開托館，推廣格鬥一項運動。佢講目前關於專門教格鬥嘅托館還冇收件。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武術。那不要說我們去打別人，起碼我們要去保護自己的，你說家人啊、親人啊，甚至於保護自己。對，必須要有一個基本的危機處理能力。教練就很用心，把每個動作變得比較活潑有趣，讓比較生動，所以練起來也不會覺得累，然後大家一起會覺得就不會累，這樣子。1、3、2。從格鬥嘅技巧轉做一項運動，唔係武術。係方冲克開托館嘅理念，
同时在练习同打在鼓嘅过程当中，佢也爱好嘢注重无敌。以身作则啦，从教练的品性上面以身作则。那我觉得在除了教武术的格斗技巧以外，还有帮他们运动强身以外，我就要有一个正确的运动观念，正确的运动姿势。等一下到那个过第一弯道的时候就会开始敏感，敏感的时候你就挨一下我就知道了。台北托福嘅范冲杰，其实係一個學生，目前到台北科技大學機電所讀博士學位，佢專門研究擬感地科學，也同醫學界合作開發將人格死橋嘅儀式。那其实从小就会觉得说，比如说我不想要听到的声音，可是它却会在我旁边发生，我却不能不听得到，我却不能不要听得到。对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决定说我的听觉，我可以去选择，我不要听到这个声音，我要听到这个声音，我不听到。像我眼睛我可以闭起来我就看不到，可是耳朵却不行，所以我对这个从小也充满了好奇。而家嘅格鬥冠軍也係醫療工程嘅博士研究生，有兩種身份，本人當然連上強下。不過范冲杰講，在時間分配得當，兩個險事是得相幫相挺。在读书过程中，其实会有很多的压力。那比如说要做计划啊、发表啊、要研究、要考试、升学，其实会有很多的压力。那实际上这个对我而言，它是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，可是它对我是一个最好的抒压的管道。当初看到特别有这个教练特别这个博士的头衔的时候，其实我还蛮讶异，就是我还有点惊喜这样子，就想说其实现在时代在变了，不像大家以前的刻板印象，不管是对格斗的刻板印象，或者是对体育的刻板印象，就这样，大家会觉得，可能你会运动，然后可能你输就比较弱一点。那其实我觉得这印象已经可以就是渐渐改变了这样子。差唔多打完步，范冲杰弄埋到托管，帶定學生強下練習。博士研究生用格鬥兩項運動，傳生發費用，同時推廣理念。范冲杰希望自家曉文又曉武，國家好披薩講佢係好特殊嘅武器。